来，迄落马车体记者会要开始啊！这届呢，因嘛参这个政府斗阵合作，已经成功媒合几来个家庭入来大陆。要抢业绩趁钱哦，就是要这尔请呀。杰森，真正是那鱼仔拄着水呢，水深无。你若是搁要塞暗部，你都甲遮个资料用亚红媒体知。今仔日是老先生生日，我逐冬拢有甲讲生日快乐，就算讲伊永远伫当当掉吗？我毋捌甲伊放袂记住。放哪？你个狗囝刚到找你吗？我本来搁掠准讲狗仔囝无回到读册，是袂到伊咧处理这单代志的时，敢若是把这个厝骹放在家己厝内。啊，你风台天哪会走来公司？迄阵我咧想，还是你进前发生的事，我人该照顾。